这条庙有店面吼，那生意得来，影片。爱动中医，你有中医啊？难怪你都35岁了，混到今天还只是当一个小小执行制作。他很爱哭，要是唔报，你做嘛梗唔离开啊？我生意简单一点点，怎么没客人？上班我头家，下班我房东嘞，我厝卡呢。你妈来讲啦，你来讲我找什么都很好呢？我买这个都很做得起。我咩唔知，我咩都爱用啊，我无法好讲啊。你当面拿钱，拿不个什么诶，咩唔系将来？你是要教几届啦哈？讲你啦，你叫你练导哟。啊！导演，拍谁？你是不是真的知道错了？ Can't be